主任，我啱啱做完牙齒美白，點樣保養先可以令美白效果 keep 得耐啲？我應唔應該同佢講，牙齒美白之後嘅保養真係好關鍵，直接影響效果可以維持幾耐。做完頭24小時係黃金防護期，咖啡、濃茶、紅酒、豉油、可樂、深色水果呢啲容易令牙齒染色嘅嘢食同飲品，最好都係盡量避免，防止色素太快黐上去。同時都要避開太凍、太熱、太酸嘅食物，可以減少牙齒敏感同唔舒服。日常習慣都要注意，最好戒煙同少飲酒。煙草同酒精好易令牙齒變黃，仲會加劇敏感。堅持早晚認真刷牙，食完飯漱口，再配合用牙線清潔牙罅，定期返診所檢查，有需要時做鞏固護理，咁樣美白效果先可以 keep 得更穩定、更持久。算啦，我都係直接同佢講清楚好啲。